細個嘅冬至咪都係一家人坐埋一齊食飯咯。咁爸爸媽媽去煮餐飯出嚟，係一個一家人聚埋一齊嘅節日咯。就算你即係成家立室又好，搬咗出去住都好啦，嗰個節日大家都會聚埋一齊啊，去食嗰餐飯。家嘅味道係思念咯。今日我係會煮白切雞，同埋會煮生菜包。每逢冬至嘅時候，我哋都會有3個菜必備嘅，就係呢個生菜包啦，同埋呢個白切雞，同埋冬菇雞湯。冬大過年，對香港人嚟講，每年冬至都係同屋企人團聚嘅日子。明師傅作為廚師，正日一定喺廚房度過，但佢仍然會擇日同屋企人食冬至飯。4年前，佢一家4口移民英國，當團聚得嚟不易，就更加珍惜一家人食飯嘅機會。喺屋企放假，咪就係日都係由朝到晚都喺個廚房度噶。最中意煮嘢食啊！最中意就見到啲人食完我煮嘅嘢食，好開心，有一種滿足感啊！佢話啊嘛，嫁個廚房佬，3餐冇煩惱啊！唔係佢當日求婚佢咁同我講，係叫我嫁俾佢就係3餐冇煩惱咯。咁但係依家就係1年365日，我可以有無限唔重複嘅嘢食。所以我放假都好忙噶。食物係最能夠維繫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，我覺得。媽媽係泰國人，爸爸係香港人，會有個中餐嘅根底喺度啦，可能會有蝦、有雞啊、有湯咁樣咯。咁我媽媽就會做一啲泰國菜，例如生菜包嘅肉碎嗰啲咁樣咯，係咯，令到個餐飯豐富啲咯。咁嗰個雞湯係因為我哋做白切雞嘅時候就係用嗰個水去浸嗰個雞，浸熟咗個雞就撈起個雞，再去斬件。嗰個湯底咧就留翻喺度，咁我哋就會加翻啲肉啊、冬菇啊、瑤柱嗰啲落去煲佢咯。咁個香味係到依家都仲記得嘅，每年做冬都會有呢啲香味出嚟。呢啲關於冬至嘅家庭回憶，跟住明師傅嚟到英國，成為倫敦半島中餐館 Canton Brew 嘅行政總廚之後，佢嘗試將記憶入面嘅味道轉化成餐廳嘅冬至餐牌，加入過節經常食嘅雞湯、叉燒等菜式。細個嗰陣時唔會諗到咁多嘢，因為成日都食嗰啲嘢，覺得好似好習慣、理所當然。叉燒即係呢啲燒味，你大時大節就會諗到去斬料，去燒味檔嗰度斬料，翻屋企加餸咁樣，係好理所當然、好自然嘅。但係嚟到英國嘅時候就覺得好罕有。當然嚟到我哋半島餐廳，我哋將佢升華咗。叉燒嗰個肉嗰個供應係嚟自西班牙嘅黑毛豬。首先將嗰啲豬翻嚟就切咗我哋需要嘅大細啦，跟住就會去醃佢啤水，再攞翻出嚟醃佢。第2日就要用慢火燒佢，燒到係有少少焦咁樣啦。我哋做翻啲嘢，希望近乎翻香港嘅味道、香港嘅做法咁樣。明師傅喺香港入行超過20年，做過福臨門，做過唔同嘅餐廳、會所。移民英國之後，佢從來都冇諗過能夠喺倫敦半島中餐館工作。早喺入職之前，佢同屋企人已經喺劍橋安定落嚟，於是佢需要倫敦同劍橋兩邊走，一放假就會返屋企陪屋企人。我放半日都翻嚟㗎，係啊，我太掛住佢哋啦。如果唔係我放半日假或者1日假喺倫敦，我唔知有乜可以做啊。如果塞埋車，可能要4個鐘先翻到工㗎。所以我而家早咗5點鐘到就會出發㗎啦。可能揸個幾2個鐘就落到倫敦咁樣咯。有陣時佢哋會等我收工翻嚟嘅。同埋朝頭早我會送佢哋翻學啊嘛，因為有段時間我唔喺香港幾年咧，出咗去做嘢，
所以都想補償翻俾佢哋咯。你有幾隻貓啊？兩隻。佢會即係就算半夜翻嚟嗰度啊，咁佢一定會喺小朋友起身翻學嘅時候，佢就自己一定會趌起身，可能即係瞓咗幾個鐘嘅啫。咁送個女出咗門口或者送佢哋翻學之後，翻到嚟佢先至再休息或者做其他嘅嘢。人在異地，團圓更加得嚟不易。對明師傅一家4口嚟講，雖然人少咗，但冬至嘅味道同儀式感仍然不變，每一道菜都承載住家嘅記憶。我諗唔同嘅地方係喺香港係10幾人食飯，咁但係因為大家時間好緊湊，好少可係冬至會係放假嗰日咯。咁通常即係大家都係放晒工就要衝去個酒樓，你2個鐘頭內要埋單走咁樣，所以喺香港所有嘅節奏都好匆匆忙忙咁。咁但係過到嚟係雖然人少咗，咁但係食嘅嘢唔同咗，然後大家嗰個時間多咗好多咯。咁我諗漸漸地，點解冬至我哋都唔係食翻嗰啲1圍2圍傳統菜式咁，而係會揀一啲家庭嘅餸，就係大家都轉化緊一啲嘢喺裏面咯。牛雞腳點埋你最中意嘅呢個醬先？唔該晒。使唔使夾俾佢嚟啦？